新竹竹东有一位86岁的业余摄影师李振聪，为客家庄留下许多40-50年前珍贵的影像，无论是好坏事、做闹热，也算乡下的景色、生活的情形，都本已用镜头记录下来的。伊们熟悉的各种的古董摄像机，甚至无人教伊自家路好不会长哦，连相关都会拜托伊长。对富士135路摄像机，700多更加的数位摄像机，李振聪对摄影的热情，办事路无减少。伊用相片记录生活，讲翕贵生人也翕唔美味。最表的嗰叫嘅老式摄像机摆到贵州路去，86岁业余老摄影师李振聪，这么热情的展示伊嘅性格样态。以前的记者就是这个，以前的记者。大卫开为春秋的3部摄像机，端正望直见怪，还有亚到西蒙社香港旧的小型摄像机，听讲係头摆剪贴用的。它的底片是这样子的。哦。这个是这种用的那个是以前的120啊，就是把它过了这么小的，可以过了很多可以用啊。底片自己做。李振聪半世纪前就有为自家的头一台摄像机，伊妈妈送的一个礼物，下后一路过好摄像。有限的时间，以内去翕相，留下许多客家庄一等珍贵的影像。有聊的时候，全部按翕相。翕的，像我有很多那个录像片啊，今年那个录像片哦，差不多有40-50年了。你拿出来吼，他这个可能当有形式。民国70年变呢，李振聪同同样好摄像的人，整理摄影俱乐部，相互交流好摄像的技术，每位请来马岛去那边翕，留下许多像什么的影像。那时候有请那个马岛，但是去个马岛是动多来了，后来我把它留下来也装的很多，这样办丢掉又可惜了，留下来有没有什么用啊？所以有一次我想到把它通通把它剪到这个。一个个把它贴上去，小的贴上面，大的贴下面。睇报数的年代，一定路对台北抢马岛去新竹本一等翕，做得讲该先进开发。那个路途，当时很没有开发的时候，感觉到很不好意思，并不是那么喜欢了，就是大家一个会里面。所以大家要照，就是把它照回来，而且我蛮不错的。因为好摄像机湾係一台又一台，拄到故障提前做保利公司做机天工嘅李振聪，如此架通数拆開來漲，無人教竟然未漲好嘅，一撒傳一撒，連攝像館咩囤攝像機送比漲。第二個竹東嘅新建嘅4-5家照相館啊。伊个发展了，本来是送到台北去啊，后来我才主动会了包办，通通我来修理啊。时代改变，景色改变，李振聪对富士135录像机用到近的数位相机，还是共用好翕相。
韓國談論科技潮流，談論時代進步，可用電腦，加下翕嘅相，自家錄做的囤相片檔案，並到電腦導航印出來。特別一隻裝頭是一推兩推嘅照相機啊！你下唔係啊？一架不好3、4推照相機呢？你下有咩咯？一數位啊照出來吼，還是個為冇電腦，電腦冇落去，我自家翕嚟，隨時那就能落電腦落去，我隨時照相出來，咁好，你下為了自家係有效果嚟講啊。冇去相關的拜託佢樣咩啦？就連頭擺嘅老相片，李正聰未用數位傳動來保存，打開電腦點開老相片，聽佢講一類一類故事，從保養嘅。其實要開天啊，打開來，把它給土、沙固分開來，做兩，要變做兩天吼，是這樣子。當然，大家去大便因為腳頭去改，本字去開。農擺客家莊從下位建設成翻的情形，無論係做好壞事，身上做鬧熱，睇李正聰嘅互拍相片導航就看得到。做卤煮當香燒個太煮，打椒一下拿出來，打一點醬，那真實啊！農擺日養起落鋪，以腦背翕相發生按到乜嘅事情，咪係以保留下來嘅一項報。老朋友啊，在照啊，翕嘅時間吼，翻那個底片，翻底片是。小孩子跑進來，你不要來哦，裡面有東西，他騙人的，他騙人的哦。李正聰翕相無看天物嘅素材，伊講就係好翕啊，看到物嘅就翕物嘅，就為路變做一種記錄。你看鄉下都哪裡都可以翕啊，什麼都是，我們這個材料啊，看到的是材料啊，所以現在完了。今年86歲了，這個，一生我也感覺到，玩照相機後不會學壞，玩照相機後不會賺錢，玩照相機後賺不了會用小錢，反過來得到什麼？得到那個人生快樂。翕相翕嘅50年，李正聰翕嘅相片拍上班種嘅。每一群相片應該有乜嘅標準？伊講各看出唔會爛，就係好相片。我自家看到最好嘅相，原本一看按好，少多看按好，一年後看按好，這張相是冠軍。我自家認為我自家嘅冠軍。二條曬你嘅想法，我話看我自家兩種相，最好是兩種相，照得好的吼，看不膩啊，就是好相片，我是這樣想。對頭一擺簽下翕相機嘅快門，50年來李正聰記錄嘅改到6下人囤朋友嘅成法，按到互拍相片，唔但將評論一定站喺飛機囤時間，韓國係陸續動人改正規嘅片面史。